談色蘊，作者查良鏞。本文源於內明雜誌第68至74期聽香室筆談欄目連載，出版日期涵蓋1977年11月至1978年5月，總共7篇。本文討論原始佛教，尤其係阿含經之中所講嘅五蘊之中嘅色蘊，係指身體而唔係泛指物質。此外，亦都論述咗好多有關色嘅基本概念，以及佢喺部派佛教同埋瑜伽行派佛教嘅發展。人生痛苦與煩惱無窮無盡。BB 仔一生到呢個世界上，最先嘅行動係掙扎同埋哭喊，而唔係安靜同埋歡笑。疾病、衰老、死亡係唔能夠擺脫嘅命運。所愛嘅要分離，厭惡嘅卻偏偏要相逢。所熱切祈求嘅總係得唔到，最愛嘅人永遠離開啦，佢嘅身體喺熊熊烈火之中化為灰燼。但係死亡只係一生嘅終結，卻唔係生命苦痛嘅盡頭。係人生長恨水長東咩？天下嘅江河並唔係都係向東流，而人生卻真係長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李後主曾經獨佔江南繁華，唐明皇富有四海，到頭來卻只有痛苦。人類歷史上冇另一個人比成吉思汗所建立嘅帝國更大。到臨死嘅時候，佢將滿盤明珠絕望咁樣撒喺大草原之中。乜嘢權力、威勢、榮華、妻兒，到頭來盡化烏有，因為佢自己嘅生命要結束啦。點解做人係咁苦嘅呢？人能唔能夠從呢個無窮無盡嘅煎熬之中得到解脫呢？如果能夠嘅話，用咩方法？2500幾年前，印度北部有一位王子，對呢個大問題終於得到咗最後嘅答案。佢話人生嘅痛苦係可以解脫嘅。要明白痛苦點樣產生，明白產生痛苦嘅原因可以除去，明白正確嘅方法，跟住去做，人就能夠從痛苦之中得到解脫。從此自由自在，永遠唔受痛苦嘅打擊、折磨、糾纏同埋束縛。咁係真正嘅大自由、大解放。生命之中再冇比呢個更重要嘅事。自己得到自由，亦都要幫助別人得到自由。呢個係人生嘅目的。呢一位王子就係佛陀釋迦牟尼。佛陀嘅意思係覺悟嘅人。佢苦修咗6年，喺菩提樹下苦思49日，終於見到咗解脫生命之中一切痛苦嘅道理同埋方法。嗰個就係佛法，將佛法廣教世人就係佛教。佛法嘅內容十分豐富，下面所講嘅係最初步嘅道理。五蘊。人嘅一切痛苦嚟自生理機能同埋心理機能嘅作用，所以首先要對呢個有正確嘅認識。正確嘅認識從正確嘅觀察而得到。生理同埋心理嘅機能互相依附、互相影響，永遠唔能夠真正嘅分割。但喺觀察嗰陣，可以先分別開嚟了解，認識咗之後，可以將兩者綜合起嚟，得到一個總嘅認識。生理機能比較簡單，有具體嘅形象可以觸摸。心理機能呢就十分複雜，思想念頭瞬息間百變千幻，極唔容易把握。所以生理組織唔再分組，心理作用呢就分為4組。5個組嘅每一組之中都包含咗好多嘢，例如生理器官有眼睛、耳朵、鼻哥等等。生理組織稱為色蘊，色嘅意思係睇得見嘅嘢。蘊嘅意思呢係好多嘢聚為一類。蘊嘅梵文係 skandha， 巴利文係 khandha， 英文譯作 aggregate 或者係 group， 都係組合、集團嘅意思。色蘊就係可見類或者係可見組啦。人生嘅各種器官都係睇得見嘅，其中細小嘅物體好似細胞啊、血球啊、細微神經等等，肉眼睇唔見，但係通過顯微鏡仲係可以睇得見。佛以及其他修道有成就嘅人嘅天眼亦都睇得見。生理組織中嘅各個部分，不論大小都睇得見。
至於心理作用呢，嗰啲都係睇唔見。佛陀將佢分為情緒、概念與思想、意欲、意識四組，分別稱為受蘊、想蘊、行蘊同埋識蘊。情緒、概念與思想、意欲呢三組心理活動必須同意識相結合先至能夠發生作用，所以整個心理活動亦都可以總稱為意識嘅識。五個組為一齊就叫做五蘊啦。蘊呢個字係玄奘大師所譯嘅，舊譯叫做五陰或者係五宗。生理組織同埋心理作用事實上係互相密切聯繫，不可能真正咁樣截然劃分。以能唔能夠睇得見作為分類標準，最為明確合理嘅啦。如果好似通常咁樣叫做物質類或者精神類嘅話，聽嘅人不免要追問話：乜嘢係物質啊？乜嘢係精神呢？事實上呢個問題冇辦法答覆。喺今日嘅高等物理學之中，物質同埋能係不可分。物質係能嘅一種現象。佛陀根本就唔講物質，唔講物嘅本質，淨係講物嘅狀態同埋性質，淨係講睇得見或者睇唔見嘅現象，同今日嘅科學知識完全相符。喺哲學上邊，關於物嘅本質，2000年嚟一直都有永遠解決唔到嘅爭論。佛陀一概撇開，以免引起混亂。分為睇得見同埋睇唔見嘅兩種，既簡單明了，又完全正確。心理狀態固然剎那變化不停，生理組織其實都係時時刻刻喺度變化。新陳代謝作用冇一刻停止，千千萬萬細胞喺度不斷產生、生長、衰老、死亡。嬰兒成長為青年，頭髮同埋指甲都生出嚟，骨骼同埋血管喺度慢慢硬化。美麗晶瑩嘅眼珠失卻咗光彩，不斷嘅變化，決不停滯不動，嗰個就係無常。識取蘊，細蚊仔盼望快高長大，呢個願望係能夠達到。長大咗之後，盼望永遠保持健康同埋青春，永遠唔會死。古往今來，邊個都做唔到，因為肉體係無常，對人嚟講，無常就係痛苦。肉體自己唔會思想，痛苦、憂慮、煩惱等等情緒都係心理作用。生命之中有幸福嘅歲月、美好嘅時光，自然亦都有心神俱聚、大喜若狂嘅感覺。然而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切豈能長保？幸福嘅感受越係強烈，喺幸福消逝嗰陣嘅痛苦越係難當難熬。點解留戀自己嘅青春容貌體格呢？點解會怕生病怕死？點解喺雷電交作、暴風雨來臨嘅時候會感到恐懼？點解俾人毆打損傷嗰陣會憤怒、反抗或者逃避？點解害怕毒蛇、狼虎、蜈蚣、黃蜂、手槍利刀？呢一切嘅心理都係基於肉體長保嘅慾望。我哋要生存，要保護自己身體嘅健康同埋安全。當秦始皇終於明白萬壽無疆嘅慾望決計無法實現嗰陣，佢比平常人要痛苦得多，因為佢嘅慾望亦都比平常人強烈得多。痛苦嘅強度同埋慾望嘅強度成正比，因為痛苦係慾望之中產生出嚟，慾望唔能夠滿足，必然係痛苦。生理機能同埋心理狀態之中，永遠有慾望依附，慾望糾纏你、折磨你、緊緊捉住你。每個人每日都喺度希望、祈求、等待，要做呢件事，想得到嗰樣嘢，盼望嗰個人愛你。呢啲一切嘅心理，總體嚟講就係慾望。慾望係罩喺人身上嘅天羅地網，人就好似魚咁入咗網，唔理點樣掙扎，總係難以擺脫。就係咁，五蘊總係同慾望同埋煩惱結合埋一齊。喺咁嘅狀態之下嘅五蘊呢，佛家叫做五取蘊，舊譯五受陰。生理組織加上慾望同埋煩惱嘅糾纏，叫做識取蘊。意思係話，肉體陷入咗慾望嘅羅網，痛苦嘅陷阱，走唔出嚟。受取蘊、想取蘊等等都係一樣。取嘅意思係捉住，肉體同埋意識俾慾望捉住咗，
我哋只能夠喺慾望嘅波濤上邊起伏漂泊，難以自主，永遠上唔到岸，所以叫做苦海無邊。四大六界，佛陀話人嘅生理組織係由地、水、火、風四樣嘢所組成，仲要加上兩樣嘢嘅，一係空，一係意識嘅識。空呢係空間、空域，例如人身之中嘅口腔啦、胸腔啦、腹腔啦、胃囊啦、食道、氣管、肺泡等等之中嘅空域，嗰啲當然係非要不可啦。但係空隙唔係真正材料，而意識嘅識自然亦都屬於必要嘅，否則死人同埋活人就冇分別啦。地、水、風、火、空、色六樣嘢合稱為六界，而地、水、火、風呢四樣嘢係一切物質嘅狀態同埋性質。地表示物體嘅堅固性同埋延展性，水表示濕性同埋凝聚性，風表示輕動性，火表示熱性。地水火風四樣嘢合稱為四大。四大並唔係物質本身，而係物質嘅狀態同埋性質。但係因為物質由佢嘅狀態同埋性質顯示出嚟，物質本身同埋佢嘅狀態性質係不可分割嘅，所以提到四大嗰陣，通常就係指物質而講。不過呢，四大並唔等於物質，呢一點以後再加說明。地水火風呢四大呢係唔穩定嘅，互相混雜而唔能夠嚴格劃分。熱水之中既有水性，亦都有溫度，咁即係有水又有火啦。熱水嘅溫度能夠增加或者減少，水既能夠氣化又會結冰，咁即係有風又有地啦。所以一切四大都係無常。人嘅身體由無常嘅嘢組成，咁人嘅身體自然就係無常啦。無常就會痛苦。十二處十八界，人嘅慾望喺邊度嚟嘅呢？慾望係由本能產生。人嘅本能係求生存，BB 仔一生落嚟就會飲奶嘅，唔使學嘅。呢個係與生俱來嘅求生本能，係為咗延續自己嘅生命。性慾都係本能，咁係為咗延續種族嘅生命。但係呢個係次級嘅，可以克制到。飯就一定要食啦。由於要生存，於是產生種種嘅慾望，其中食慾最為重要。好奇、學習、求知慾等等慾望都係後嚟發展嘅。佛陀叫本能做無明，無明就係冇明白真理。人一生落嚟就認定咗五蘊係我，日日為咗保持生命而掙扎。呢一場奮鬥唔理點樣竭盡全力，最後一定係以失敗告終。慾望呢係以本能作為基本嘅動力，而從對外界事物嘅感受同埋認識之中發展出嚟。一件從來冇見過、聽過或者聞過，又或者品嘗過，或者係觸摸過，或者喺報紙、電視、廣告之中見過嘅嘢，而自己又係根本想象唔到嘅，就一定唔會對佢發生慾望。人嘅感覺器官總共有6種：眼睛、耳朵、鼻哥、舌頭、身體嘅皮同埋內外肌肉。呢5種係生理器官，屬於色蘊，顏色嘅色。另外一種呢係對抽象概念嘅感受，屬於心理作用。近代生理學家認為，心理作用係由腦器官施理，亦都係生理組織嘅一部分。心理作用唔能夠離開個腦，咁係毫無疑問。但係淨係腦細胞同埋神經嘅機械作用，決唔能夠產生生命同埋一切精神現象。佛家認為意識作用固然依附於生理組織，但係真正管理意識作用嘅器官唔係物質，係睇唔見嘅嘢，唔屬於顏色嘅色蘊。眼、耳、鼻、舌、身、意6種感覺器官合稱為內六處，或者係內六入，又或者係六根，係得自外界感覺資料進入人嘅身體內部嘅門戶。內六處嘅對象稱為外六處，或者係外六入，又或者係六塵六境。眼睛所睇到嘅一切形象叫做色處，都係顏色嘅色，係所睇到嘅嘢嘅意思，
色處嘅色字同色蘊嘅色字嘅意義相同，都係指睇得見嘅嘢。但係色處同埋色蘊呢就唔同啦。耳朵聽到嘅嘢呢係聲，鼻哥所聞到嘅係香，臭都算係香嘅一種。而舌頭所品嘗到嘅嘢呢就係味，身體所接觸到嘅嘢就係觸啦。意識所接觸到嘅呢就係法，例如佛法、法律、方法以及道德、習慣、學問等等。抽象嘅嘢都係法。外六處基本上都係外界嘅嘢，只有腹如雷鳴、腹痛如絞、香飛聞到自己體有異香之類，先至係人身體內部嘅。內六處同埋外六處加起嚟合稱12處，其中眼耳鼻舌身5處屬於色蘊，其餘7處呢唔屬於色蘊。眼同色處接觸就產生咗見到嘅形式，呢一種形式叫做眼識，我哋用意識嘅識字。淨係睇，如果冇咗眼識呢，咁係睇唔見，即係所謂視而不見啦。眼識係心理作用，屬於色蘊意識嘅識。視覺器官同埋所睇嘅嘢兩者結合，就產生咗眼識。眼處、色處、眼識三者相結合呢，就係見到咗啦。閉上眼睛或者所睇嘅嘢冇光線照射，又或者係心不在焉咁，三者缺一就睇唔到嘢㗎啦。耳朵同埋聲音接觸就產生咗耳識，鼻同香接觸產生鼻識，舌頭同埋味接觸產生咗舌識，身體同埋物體相接觸產生咗身識，意同埋抽象概念發生聯繫呢，就產生咗意識啦。呢種眼嘅認識嘅眼識、耳識等等6種識呢，總稱為六識。內六處、外六處、六識加埋一齊就叫做18界。色處同埋色界呢，完全相同，就好似一個人就省籍嚟講呢係廣東人，喺國籍嚟講係中國人，同係呢個人。其他都一樣嘅。12處同埋18界之中嘅前12界相同。眼耳鼻舌身5界屬於色蘊顏色嘅色，其餘13界呢就唔屬於色蘊。身體器官喺度不斷變動，外界事物不斷變動，認識作用更加係變動得快啦。完全正係心念電轉，由此產生嘅喜怒哀樂種種情緒波動，自然難以安定平靜，最後終於使人痛苦。自己嘅肉體同埋心理終究唔能夠由自己控制。你叫肉體唔可以衰老咩？佢唔聽話。你叫自己唔可以哀愁咩？佢唔聽話。咁真係無可奈何嘅事。自己所唔能夠控制、唔能夠指揮嘅嘢，終究唔係屬於我。嗰個唔會係我，唔會係真正嘅我。上面所講嘅係佛陀教人正確理解人生真相，因而尋求解脫嘅第一課。佛法第一課嘅內容都屬於常識範圍，並冇咩困難。人生嘅無常同埋酸苦，中外古今無數哲人才士都曾經體會到、吐露過。中國嘅詩文小說之中就有數不盡嘅例子啦。世上自然有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只不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此時春花似錦，美人如玉。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舊年先至係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呢，卻係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李白嘅詩篇道盡咗天下無數人嘅感慨。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總之呢，就係人生在世不稱意啦。今日喺西方國家頗受重視嘅存在主義哲學，講嘅主要都不過係人生冇出路、冇目的，因此整個生命就係一場荒謬。佛法中講嘅人生無常係苦，好多人都明，但係佛陀教導中關於苦嘅根源以及解脫嘅方法，卻係任何人所從來冇覺悟到過嘅天大發現。
佛法之中有四聖諦，舉世嘅哲學家、詩人、小說家等等所能夠講得出嘅，只係第一聖諦苦諦。但係亦從來冇人好似佛陀咁樣講得咁條理分明，直透入根本中心。本來要了解佛陀嘅講法呢，應該唔係好難嘅事。佛陀對任何人都說法嘅，唔理係國王、大臣、富翁、貴婦，定係傭僕、奴僕，佢都肯不厭求長咁樣教導。佛陀認為一切人都係平等，人人都有生老病死嘅痛苦，人人都有求解脫嘅權利。根據《阿含經》之中嘅記載呢，佢嘅聽眾之中包括牧牛人、練馬師、製作陶器嘅工匠、老太婆、細路仔、農夫、農婦、家庭主婦、大盜、乞兒等等。如果佢嘅理論十分深奧，道理非常複雜，如果佢嘅話之中包括大量抽象概念同埋專門嘅名詞，好似後世佛學者佢哋所講嘅咁嘅話，咁呢度好多冇咩知識嘅人又點會聽得明，又點會能夠得到解脫呢？但係大導師喺人世嘅生命係無常，佛法都係無常。佛陀逝世之後，佢嘅教導先由弟子佢哋記憶同埋背誦，傳咗幾百年之後記錄為文字，加上咗許許多多唔同嘅注釋同埋解說。佛弟子分為18或者20個部派，有啲學者仲可能話有30幾個添。對於佛陀嘅教導應該點樣理解，每一個部派嘅分歧極大。事實上，正係由於大家意見唔同，發生爭辯，先至發生分裂。分裂之後呢，爭辯嘅議論同埋文章更多，文章自然要寫得既長且深，求解脫就變成咗做學問。佛法喺學者佢哋嘅手中就變得越嚟越深奧玄妙，於是普通人就被剝奪咗通過佛法而得到解脫嘅權利。直到大乘興起，局面先至起轉變。阿含經，到底佛陀原來真正嘅教示係點樣嘅呢？唔理係古代定係現代，唔理係印度、中國、日本、錫蘭定係西方修學佛法嘅人，都會同意一件事嘅：四部阿含經以及小阿含經之中嘅某啲經文之中所記載嘅佛陀言教係最原始嘅，最接近於佛陀當時說法嘅真正內容。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等嘅大乘佛教大師嘅論著之中，如果引述佛說嘅呢，所謂契經啊，都係指阿含經。五部阿含記錄成文已經喺佛陀逝世之後幾百年，喺此之前呢，全靠佛弟子背誦而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嚟。各部派嘅誦本內容頗有差異，經過歷代嘅轉寫翻譯，又不免有增減、改動、誤譯，經文嘅篇幅呢，亦都有多少長短之別，但係基本上都係相同。呢五部阿含經，現代稱為原始佛教或者係根本佛典。各部派誦本嘅譯文能夠保持至今嘅，只有南傳上座係同牒部嘅巴利文本五部經，以及漢譯嘅四部阿含經。小阿含經漢譯不全，亦都比較唔重要。漢譯所根據嘅係梵文嘅譯本，中阿含同埋雜阿含呢係說一切有部嘅誦本，已經揾到梵文本嘅零星片段，對照證實。增一阿含經大概係大眾部嘅誦本，而長阿含經大概係法藏部嘅誦本。呢啲呢只係多數學者嘅推測，並冇具體嘅證據。巴利文嘅五部經已經全部譯成英文，另外仲有部分譯成德文等等嘅西方文字。原本嘅梵文本或者巴利文本其實都係譯本，因為佛陀所講嘅既唔係梵語，亦都唔係巴利語，所以話係原始佛教，其實都並唔係點原始嘅啫。但係總之咧，以現存文獻之中最可能接近原來佛意嘅最早記錄咧，除此之外就冇更可靠離佛陀時代更近嘅資料噶啦。喺印度好多地方發現咗若干同佛教有關嘅石刻文字，既殘缺不全，又寥寥無幾，主要只有考古學者同埋歷史學上嘅價值，對於了解佛意冇咩幫助。我哋要想了解佛陀對一般普通聽眾嘅說法內容，只有到阿含經之中去尋求。但係咁樣決唔能夠以為大乘經就唔值得重視，而係話大乘經係佛意嘅另一個角度之下嘅發展，喺整個佛法之中有重要嘅價值。
比之《阿含經》嘅內容更加豐富得多。《阿含經》嘅聽眾主要係凡夫俗子，仲有仲未明白佛法初步道理嘅比丘弟子。《大乘經》嘅聽眾呢，主要就係已經得道嘅阿羅漢啦、菩薩、大菩薩。如果做一個唔係太恰當嘅比喻呢，可以話《阿含經》係佛法嘅小學、中學課本，而《大乘經》呢就係大學嘅課本啦。《阿含經》每個學佛者都應該讀嘅。如果獨善其身，可以由此自求解脫，亦都可以做社會工作而得到重大成就嘅。《大乘經》同埋律藏呢，則根據各人修學嘅唔同科系，以選擇嚟到分別作深入研究，以備喺較大規模上嘅社會服務。至於小乘、大乘嘅各種論集，則係大學生、碩士班、博士班嘅參考書。有啲呢極好，有啲寫得唔係幾好，未必對人人有用。對於我哋凡夫俗子初學佛法嘅人，從《阿含經》着手，似乎比較合理。眾說紛紜。本文之前關於色蘊嘅簡單說明，係我根據《阿含經》而作嘅現代化解釋。但係咁樣嘅解釋，同古印度論師以及中國佛教界嘅傳統見解有好大差異，與當代佛學者佢哋嘅睇法亦都不盡相同。事實上，古印度論師、中國古德、當代學者三者之間，對於色蘊嘅問題固然意見分歧，而論師與論師之間、古德與古德之間、學者與學者之間，亦都係睇法大大不同，實在令人無所適從。如果喺修學佛法嘅第一步就已經行錯路啦，點樣能夠期望以後走嘅係正路呢？因此呢個問題一定要徹底搞清楚先得。之但係揾唔到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可以做根據。佛學者佢哋似乎都認為色蘊嘅問題再簡單不過，以致好少有人真正喺呢個問題上邊花過心思同埋筆墨。小乘部派嘅學者呢，就對無表色嘅問題爭論得好激烈，但係就甚少詳細咁樣討論色蘊本身。大乘佛學唔重視色蘊，一講到色呢，空中就即刻將個話題帶到空上邊，而唯識中就梗係帶到去認識嘅色上邊。近代外國佛學者提到色蘊嗰陣呢，往往連一句完整嘅句子都唔肯用，只係寫幾隻字或者半句，真正係一筆帶過。但係呢一筆呢，卻係大有分別嘅一筆，唔可能每一位學者嗰一筆都係啱嘅，因為佢哋用字雖然少，分歧就好大。大乘廣五蘊論，專門講五蘊嘅著作，以我淺學所知呢，似乎只有世親菩薩一篇短短嘅大乘五蘊論，安慧菩薩呢就加以廣釋。呢一本論同埋釋論呢，就合稱做大乘廣五蘊論啦。而當中講色蘊嘅部分呢，兩個論共約500-600字，近人蔣維喬加咗700倍嘅字數嘅注釋。世親喺仲係學小乘嗰陣呢，學晒所有有部經部，著作極豐，號稱千部論師。所做嘅俱舍論呢，當時叫做聰明論，係小乘阿毗達摩論集嘅登峰造極之作。轉學大乘之後所做嘅唯識30頌係唯識中嘅重要經典，原藏扭譯印度國家嘅注釋而成為成唯識論，唔理係印度或者係中國，影響都係非同小可。事實上，世親菩薩嘅兩部著作喺中國成立咗兩個佛教宗派，小乘嘅俱舍宗，大乘嘅唯識宗。一身而兼小乘大乘兩大宗派之祖，古今都係得佢一個嘅啫。順帶一提，龍樹菩薩係中國大乘6宗嘅共祖，但係就唔兼小乘。鳩摩羅什嘅譯作直接造成小乘嘅成實宗同埋大乘嘅三論宗嘅建立，但係佢淨係翻譯，又唔係真係寫作嘅。剛才提到為世親菩薩嗰篇大乘五蘊論加以廣釋嘅安慧呢，就係世親嘅弟子，唯識宗嘅大師。以呢兩位大士嚟到解釋色蘊咁簡單嘅問題，應該係十分權威嘅啦。事實上，中國佛教界對於色蘊嘅觀念，主要都係根據呢本書或者呢本書所講嘅類似嘅其他著作嘅。大概大家都覺得呢兩位大士嘅說話點會有錯？對於其中明顯嘅矛盾就唔再深究啦。
大乘廣五蘊論之中對於色蘊嘅解說，代表咗古印度以及中國佛學界嘅主流睇法。我哋就從呢一篇論文開始討論啦。我從阿含經之中關於佛陀所講嘅色蘊嘅理解，同喺大乘廣五蘊論主要喺6個問題上面發生咗矛盾。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色蘊係乜嘢？佛就話係活人嘅肉體，而五蘊論就講呢係世界上嘅一切物質。第二個問題，四大又係乜嘢呢？佛話四大咧係物質嘅性質，對於物質嘅本身即係自性呢，佛就一樣都唔講嘅。而五蘊論就話呢，四大係物質嘅元素，就係物質。第三個問題，色處係咪屬於色蘊呢？佛就話唔屬於色蘊，而五蘊論就話屬於色蘊。第四個問題，聲處、香處、味處、觸處係唔係屬於色蘊呢？佛話唔屬於色蘊，而五蘊論之中就講屬於色蘊。第五個問題，有冇精神性嘅色，即係無表色嘅呢？佛話冇，五蘊論話有。最後一個問題，冷暖、飢渴、輕重等等嘅感覺，屬於五蘊之中嘅邊一蘊呢？佛就話屬於色受想行識最後嗰個色嘅色蘊，即係形色嘅色。而五蘊論呢就係話屬於顏色嗰個嘅色蘊。呢度所謂嘅佛說呢，其實係本文嘅筆者自以為嘅佛說，係咪真係佛說嘅，定係本文筆者嘅理解錯誤？當然值得大大懷疑啦。本文筆者咁樣嘅理解係咪搞錯咗？實際上反而成為綁佛呢？阿含經之中係咪有充分嘅證據嚟到支持咁嘅理解呢？我哋嚟逐一研究上面所提出嘅6個矛盾呢。喺開始討論之前，對於佛陀說法嘅基本態度，應該要有一個明確嘅了解嘅。佛陀說法係以聽者嘅性格、修為、知識程度而有種種嘅變化，但所講嘅內容咧，集中於一點，就係點樣解脫生命之中嘅基本痛苦。所以佛陀話大海只有一種味道嘅啫，鹽味。佢說嘅法亦都只有一味，解脫味。其他人向佢請教各種各樣嘅問題，如果係同解脫有關嘅呢，佢就不厭求長咁樣反覆解說。但係如果係同解脫冇關嘅呢，佢一係就唔答，一係呢就指出所提嘅問題唔適當。而喺更多嘅情況之下，佢會將討論帶引到解脫上邊。總之就係要聽者得益。中阿含經之中嘅箭喻經之中嘅比喻呢，成日都為人所引用。當中話有一個人呢，一定要請佛陀回答，到底世界係唔係永恆嘅？世界呢係有邊定係無邊等等。佛陀呢就講咗個比喻俾佢聽，話有一個人呢身中毒箭，就求醫生醫治，但係佢堅持呢就話唔可以先掹把箭出嚟，一定要知道射佢嘅人叫咩名、身材點樣、相貌如何、屬於乜嘢種族、住喺咩地方，又要先知道呢射佢嗰把弓啊係用咩材料做嘅。弓嗰個弦又咩材料？弓嘅顏色又點樣？又要知道嗰把箭桿呢係竹做啊定木做啊？箭羽嗰個羽毛係邊一種雀仔嘅羽毛？箭頭又係咩材料所製？製造箭頭嗰個人又叫咩名？身材相貌又點樣？係咩地方嘅人等等？呢啲問題仲未查清楚，佢一早就已經毒發身亡啦。佛陀話：當務之急係掹把毒箭出嚟自毒療傷，其餘嘅問題都同治療傷毒冇關。佛陀唔理喺咩場合，喺說法之中提到嘅任何事物，總係引導人走向解脫嘅正道。對於色蘊都唔例外。佢講到色蘊，決唔會係向人教導生理學或者心理學，更加唔會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或者任何一門學問啦。佛陀呢個立場堅定無比，因為佢知道人命無常，唔容許浪費時間同埋精力去討論同解脫冇關嘅事物。喺研究色蘊問題嘅時候，時時記住箭喻經嘅要旨，相信會有助於我哋得到比較正確嘅睇法嘅。佛陀出家嗰陣，佢嘅獨生愛子羅睺羅仲係個 BB 仔。羅睺羅長大之後，亦都出家去做佛嘅弟子。喺羅睺羅18歲嗰一年，有一日佢跟喺佛陀身後出去乞食。羅睺羅睇到佛陀莊嚴嘅體貌，心中充滿咗愛慕嘅念頭。然後就諗到佢自己嘅身體相貌亦都係一樣英俊魁偉。佛家嘅記載之中話，
當父子兩個人一前一後咁行走嗰陣呢，就好似一頭御象後邊跟住一頭同樣莊嚴嘅小象，就好似國王池沼之中嘅一隻天鵝，身後游住同樣美麗嘅一隻小天鵝，好似御苑之中嘅一頭雄獅，身後跟住一頭同樣極具威神嘅小獅。兩個人都係金色嘅臉龐，都係出身於剎帝利階級嘅王子，都係捨棄咗皇位而出家修道。羅睺羅心入面諗，我亦都好似我父親世尊一樣形貌英俊，世尊嘅身體相貌壯美之極，我都係一樣啊。佛陀就心諗，羅睺羅呢個僆仔喺度諗乜鬼啊？跟住佢就明白羅睺羅心中嘅念頭，決定即刻好好教訓開導佢。船底之下一個小小嘅漏洞，能夠整沉一艘大船。羅睺羅呢種愚蠢虛榮嘅念頭，對於自己身體形貌愛慕嘅染着心情，一定要立刻驅除先得，否則嘅話會令佢墮落嘅。經文之中係咁話嘅。於是世尊呢就轉過頭嚟對羅睺羅尊者話啦：羅睺羅啊，識嘅所有一切，唔理係過去嘅、未來嘅定係現在嘅，唔理係內部嘅定係外部嘅，粗大嘅定係細小嘅，美麗嘅定係醜陋嘅，遠嘅定係近嘅，以正確智慧嚟到如實觀察，都應該明白呢啲唔係我，呢個唔屬於我，呢個唔係真正嘅我。羅睺羅就答啦：係嘅，世尊。咁係咪只有識先至係咁嘅呢？世尊。佛陀就答啦：識係咁啊，羅睺羅，而受想行識亦都係咁嘅，羅睺羅。羅睺羅聽咗之後唔去乞食啦，翻到住處，坐喺一株樹下打坐，沉思佛陀嘅教導。到咗晚上，再去向佛陀請問。佛陀呢就進一步向佢分析啦。人嘅身體係由地水火風四種物質元素所組成，仲有空隙同埋心識，呢啲就係所謂嘅六界啦。腸胃肺肝之類呢就係地，血水淚啊汗之類就係水，呼吸之類呢係風，同消化體溫有關嘅呢就係火。呢四種元素嘅性質同外界物質嘅性質並冇咩分別，都係無常，所以自己嘅身體並冇咩可以值得自傲。經文就講得好明白啦。羅睺羅對自己嘅肉體心生自滿，佛陀即刻就向佢開導。識同埋受想行識連埋一齊嗰陣，一定係指色蘊，一定係指自己嘅肉體。喺漢譯嘅增一阿含經之中，與此相當嘅經文呢，好簡短，只有兩句嘅啫。喺大正新修大藏經125-581之中呢，就咁講嘅：爾時世尊有船，故謂羅雲。如今當觀識為無常。羅雲就係羅睺羅，譯法唔同嘅啫。而雜阿含經之中第23、24經所講嘅呢，就係羅睺羅向佛陀請問點樣能夠破除各種錯誤見解。佛陀話：羅睺羅，當觀諸所有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呢一段經文呢，喺阿含經之中係反覆出現嘅。雜阿含經呢，總共有50卷，我數到第7卷，從第22經到186經，一共有24篇經呢用到呢條公式嘅。可以知道啊，呢個係佛陀喺提到五蘊嘅時候，成日都用到嘅解說。佛陀喺菩提樹下得到大覺悟之後，即刻到鹿野苑向憍陳如等五比丘說法，講四聖諦八正道。第二次對五比丘說法呢，就講五蘊無常，非我，就係用呢條公式嘅啦。記載呢一次說法嘅內容嘅呢，南傳相應部嘅係五比丘經，雜阿含經呢係第34經。佛一共說法45年，有啲係講49年咯，基本上都唔離開呢條公式嘅，所以明確咁了解呢段經文係有必要。我哋呢度只係討論同色蘊有關嘅部分。至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就唔屬於本文嘅範圍。雖然色受想行識五蘊事實上係唔可以分割嘅。首先呢，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呢11個形容詞係佛陀對於五蘊嘅總解說。
雜阿含經第58經呢，就叫佢做彼一切總說音，英文呢就譯做 A Grouped Definition of the Groups， 而巴利文呢就係 Kanta Devajnana。呢個總解說呢可以適用於色受想行識嘅每一個蘊，後嚟偶爾都用喺眼耳鼻舌身意六處上邊添。若過去若未來嗰個若呢係或者嘅意思，以時間分呢就係過去未來現在，以相對位置分嘅呢就係內外，以外形分嘅呢就係粗細，以價值分嘅呢就係好醜啦。順帶一提呢，玄奘大師喺《大毗婆沙論》《雜異門足論》之中等等嘅譯作之中呢，就將好醜就譯做若勝若劣嘅意思係一樣嘅啫。再嚟以空間或者三世分呢就係遠近，呢五組形容詞用喺色蘊之上，同用喺其他嘅四個蘊之上，解釋應當係有所差異嘅。物質嘅粗細同埋心理因素嘅粗細自然係唔同呢。覺音呢就喺清淨道論之中詳細說明嘅，佛陀所以反覆咁樣使用若過去、若未來等等11個形容詞，真正嘅意義呢就唔係對色蘊等等落咩定義，而係教人呢喺呢11種情況上邊分別思考。過去嘅肉體係無常嘅，所以唔係我；未來嘅肉體亦都一定係無常，所以唔係我。容貌美麗咁係無常，並唔係真正嘅我。喺任何情況之下都係無常同非我。先講下過去式、未來式、現在式。每個人對自己嘅青春同埋健康都十分敏感，對疾病同埋衰老都會憂慮掛懷。呢個係認識生命真相嘅第一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呢種無常之感係最容易體會到。傳說話蘇東坡對佢嘅愛妻朝雲講咗一句：門前冷落居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朝雲即刻領悟到紅顏不可保，就此出家。咁就係明白咗佛講嘅過去、未來、現在之色無常苦嘅道理啦。內色呢，只係身體內部嘅五臟六腑，雖然自己嘅腸胃等等係見唔到啊，但係總係可以見到嘅嘢嚟嘅。而外色指嘅就係身體外部嘅手足軀幹、眼耳鼻舌等等。粗色指嘅係肩背四肢等等。細色咧指嘅係身體內部肉眼不可見嘅細胞、血球等等。好色咧係肉體之中嘅美好部分，醜色係肉體之中嘅醜陋部分。而遠色、近色咧係依空間距離而分嘅，用喺自身肉體上邊似乎就唔係太合適。我諗可以解釋為三世嘅分別嘅。遠色咧係前生或者來世嘅肉體，近色咧就係今生嘅肉體。佛陀喺菩提樹下證道，首先見到佢過去無數世中嘅生活，輪迴轉世嘅觀念係佛法嘅基本之處。以上嘅解說同傳統嘅講法咧有啲唔同。事實上，佛陀就並未作出進一步嘅說明。傳統嘅解說只係各部派論師佢哋自己嘅諗法。各部派就並唔相同。小乘論師嘅解說咧，一般都講內色係自己嘅身體，外色咧係外界物體同埋其他人。南傳上座部咧就話遠色咧係遠處嘅物體，近色咧係近處嘅物體。有部咧就話遠色係過去未來之色，近色咧就係現在之色。呢個解說咧同過去未來現在嘅色就重複咗，就幾唔妥善。近代錫蘭學者迦耶蒂萊海教授根據南傳嘅傳統就話細色咧係身體內部嘅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嘅。我以上所做嘅解說咧，自覺嘅矛盾比較少啲。事實上，佛陀嘅總解說用咗11個形容詞，主旨咧只係話所有一切。對色蘊嚟講，係生理組織之中所有一切器官、肌肉、骨骼、毛髮等等。並唔需要將每一樣嘢同每一個形容詞準確配合嘅，例如遠近內外等等嘅形容詞用喺受想行識四蘊上邊咧就唔太可能。心理因素咧一定係人身內部嘅。而經文最後講到嘅彼一切非我不二我不相在呢個問題咧，好艱深複雜，係佛學者嘅主要爭論題目之一。呢度咧就唔能夠討論啦。暫時先咁樣解說先。肉體並唔就係真正嘅我，
我同埋肉體唔能夠相脫離而獨立存在，肉體唔係我嘅一部分，我亦都唔係肉體嘅一部分。香港人的有聲書 Hong Kongers Audiobook 係一個業餘有聲書頻道，希望以粵語為香港人製作有意義嘅免費有聲書。我哋會聯絡作者及出版社授權，將適合嘅書本入面嘅詩粵部分錄製成有聲書，希望喺推廣之餘唔會影響出版社及作者嘅版權收益。希望大家喜歡並推薦俾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其他查詢及支持，可以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香港人的有聲書，或者專頁入面嘅電郵地址揾到我哋。